马曙款，后上开上歌，有花大家好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忠古。喺個成發當中，聽說有一個好朋友，唔過唔係大3年都做得變成一個好朋友哦。有個人嘅性格、喺處事方法、做事嘅態度沒冇相用，現在朋友嘅條件和標準沒冇相用，啲交朋友時間係付出，又係接觸對方咧。咁樣人有這樣的誤殺後生人，留大家聽下來講，朋友到底有乜嘅關係？眾上來分享。首先有這樣的係自己。大家好，我係青好主動交朋友嘅子怡。主動交朋友，你還要搞到青島冇？冇好，我眼啲。天意就老大家小嘅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同好朋友都來潛藝嘅李家家家。朋友夾來潛藝，價錢做得冇？朋友做唔得啦嚇。第三張老大家小介紹白客嗎？大家好，我係盡心盡意哦，想為到全世界嘅人做好朋友嘅白客。一談起來就係罷了，冇可能。第四張老大家小介係肥堅呢？大家好，我係肥堅，我係衝下半朋友照顧。衝下半朋友照顧，不過張做得上到安空間。對。所以每老大家小嘅係小鳳。大家好，我係對朋友比對朋友還較好嘅小鳳。好啦，假如講到喺人生當中，聽說至少最少有一位係人嘅好朋友，可能有當到人係青島會咩冇相關。我嚟下問大家，你心目當中到底乜嘅係好朋友？你的定義是什麼？自己先來講好咧。對我來講，好朋友有分3種吼。第一種係做事嘅好朋友，因為我感覺有啲人認真見非常適合做事，合作起來非常嘅搭對啊。古時候呢係人家講，我前一隻搭檔嘅時間，係 T 嘅，係對啦，人家 T 嘅最上到記，就係做事嘅好朋友。第二個係好教嘅好朋友，就係唔係你隻好朋友好教，用下好教嘅好朋友，係真係向下出去啦，出去按嘅，出去教。因為有啲時你出去旅行嘅時候，有啲人聽到意見非常嘅鬧你。不過呢，向下教嘅好朋友就係你出去教嘅時候非常嘅適合。係第3種係交心嘅朋友。第一個交心嘅朋友。冇唔錯，第3種嘅朋友你做得第一還有第2，因為第3種係最厲害嘅交心嘅朋友，就係講做得講情感度嘅真心嘅話，你2、3年都對方非常了解。故說我講乜嘅話都未講我叫佢忽然之間發現，係我未啲講我講乜嘅話，佢就唔會發現。唔會硬到嘅體類。係，那係唔使你硬到嘅時節，佢咩唔會向前啊？古時候你係質疑對於乜嘅係好朋友嘅定義嘅小鳳姑。你嘅定義係乜嘅？我係定義啊，當簡單，那個是5大千言。5大真言，來，中文老師，來，中文老師可以教你，國文老師告訴大家，這個字念作真，知恩真。係啦，真言啦哈，真言啦，就講無法不說啦，還有絕對上心。包容、了解，還有情義相挺。那做唔錯，最重要嘅係我當你當頭棒喝，幫你懸崖勒馬。嘿，唔係打下去啦，就講天意咪好，做朋友無法不說咪好。一聽我講，做得嚴格，但是絕對唔會背叛。係佢永遠都站在你這邊的。還有講唔做唔錯事情，有乜嘅佢敢去動呀落嘢嘅。啊，你唔會發現，係你啲講，也為到你好誒，係嘛，就無法不說，還有情義相挺，即係有乜困難，佢一定會站出來幫忙，係啊。古時候人嘅好朋友就係老二不當頭棒喝嘅好朋友。人家抽掉沒當頭棒喝，大司機，咁你講你心目當中乜嘅係好朋友咧？我嘅好朋友呢，咪有分3種。第一種呢，就係知心型。知心老家下嘅自己講到當中。冇錯，就係交心啊！乜嘅事情啊，都做嚟講，比方嚟講，我有冇關係事情，攞佢講啊，佢做啲攞嚟結嘅。也係呢，佢冇關係事情攞嚟講，我咪做啲傾聽，按樣就按到知心型啊！嗬。佢第2呢，就係按到幹話型。就係講垃圾話嗰種朋友。係啦，垃圾話啦，關權係垃圾話。係零關權喎。做地，就按樣關起來衝垃，冇啊，關起來衝垃圾。哎呦，冇，關起來
来做啲講一條嘅垃圾塊朋友，就係誒攞去講嘛，佢都唔會欠，講佢買用嘅啊，佢都唔會欠，因為種人吼就動出地嚟去交朋友，因為我迄個位動歡喜哦，係咁嘅垃圾朋友啦。第三個呢就係無敵醜陋型，也係動好嘅型哦，也就係呢知心型嘅做地，加垃圾塊型嘅做地，全部加起來後，也係愛生到親戚，見面攞愛交朋友，就係呢愛用嘅型，因為朋友呢其實就係同外保養型任何嘅缺點。迄個愛做唔錯事情啊，老佢講吼，也係踩到佢嘅地雷呢，佢慢慢知道哦，你敢就會按用以後，然後你愛朋友啊冇相關，也就係好朋友。因為兩人做唔錯嘅地方，係咪老人講你那邊做唔錯，你同佢最最多做唔對。媽媽型嘅。媽媽型，綜合型啊，綜合型，哎，講到媽媽型，媽媽，人家節目當中係，人家好朋友嘅定義係乜嘅？可以毫無保留，乜嘅是講，還乜嘅是就可以討論。韓國是係走得人尬，可以吵架，可是不會記仇，唔會記到天公嘅，唔會記到天公嘅。韓國嗰是動從要是，唔是頭下強下，可是感情還係強用動好。感情還係強用，因為從經驗動難哈，動難啊，時間考驗啊，真的是時間考驗。有時候有啲朋友哈，伊半年冇落去聯絡，不過一聯絡起來，哎，感情強用。我們的博謙大師白橋才是，你對朋友嘅定義係乜嘅？哦，認為吼，我唱詞吼是動人到嘅溫情。所以吼，我對那個動人到可能要去掉。所以哦，坦白講哦，所以我對好朋友嘅定義哦，係從文學當中看來嘅，我從各種嘅世界當愛托余光中嘅姓氏，按到有情神係咁樣講嘅，係愛談我用乜嘅上人講，主持人專業嘅。所謂知己，不就像一把傘嗎？晴天收起，雨天才為你豁然開放。好，中手！雖然來到麥嘅發通嘅非常嘅感覺，哈，都很磅礴，很磅礴。這個入圍的有曾子瑜嗎？入圍的有曾子瑜。好了，今天不是金鐘，不要這樣。好啦，剛才講到這個天意當中嘅麥嘅好朋友，也下講一下做學生時節用辦搞到好朋友咧，白客嗎？我是咁講吼。交朋友啦，冇乜嘅特別嘅過程，冇乜嘅特別嘅過程，冇乜嘅特別嘅步驟，因為你想會交是做得交得到。盡來。因為假使你想會交真心嘅好朋友，該是愛患難見真情嘅。像起愛，西窗吼會拄到譬如啥誤解愛，講愛醜陋型啊，所以。像安樣應該是這樣，我是會看哦，那個性別就馬上喊我談愛講話，我是咁樣哦，佢係愛真正嘅好朋友。對啊，係真心。不過有一件事情，大家從來唔會誤解白客，即係佢會蠻多呢件事情。其實我本來想講哦，總白客今天真的準時啊，講不掉，冇法度。梗係誤解啦，沒誤解。你係遲到型嘅啦，遲到型嘅好朋友。不過你猜錯哦，有戲曲幫、戲曲校友會都兩片，因為呢條好人嘅搞朋友嘅方式，然後一般人可能有一系列檢查，係唔係？係，我想講，天雜朋友係有24年嘅時間，係我入去去好人以前嘅朋友都咧係有嘅聯絡。不過奇怪係，可能以前啊，親好嘅朋友咧下唔係最好嘅朋友，跟以前冇啱好嘅朋友咧下又係最好嘅朋友。跟講到以前有一隻好朋友係，你入去去好人嘅時間，因為過剩5年前，我好嘅。變嘅傾調嘛，嗰陣時就親強，希望嘅然後有在新聞然後嚟強用千萬嘅拿定啊，人家可能一張嘢，冇啦，當天啦。哦，當天好，可能有嘅可能係當天，有啲人係順意嘅嗌，然後啱啱就係用3年。用3年，你就是吼硬挑上去，後來你就變到新好嘅朋友。就是翻不上好朋友。
冇唔錯，唔過呢下其實咩唔係最好嘅，電動嘅最好嘅朋友係以前你貴重嘅時就有分嘅主副修，像以前我就會搶伊罰單，佢搶伊罰單除嘅做戲嘅時就會留小聲，除嘅吊搭向下，像可能我演嘅本樣嘅時，佢就演我嘅老公，然後或是情侶按樣去，佢小聲咩係細妹人除嘅做嘅，嗰時候因為你清晨即係你貴重。高中3年生嘅時，畢業嘅最大嘅愛做太戲本係自家看嘅，就你就係演嘅夫妻，後來呢太好嘅時，你又係演情侶。還有夫妻，後來我就你就變到親好朋友，雖然一下基礎嘅魅力嘅片，不過你還是想聯絡。跟啱啱一隻朋友咩係學教嘅，唔係強在課內嘅，係學字，係因為其實係細細嘅時候，我就輕輕鬆了隻學字，我就說哇，這學的是女神呢，因為上來又講，嘅功夫又輕好，就會非常輕鬆就崇拜嘅感覺。故所以前就默默去看學字啊，學姐好愛用戲，後來呢。因為以前自己學教嘅時候交往嘅細男人，然後即係同行啦，就係學長。後來因為俺們大家時常出去了啊，然後就變成親好嘅朋友都聊下咩係。幾理解哦？剛剛有講嘅朋友，最好嘅朋友就係患難見真情嘛。亞利嘅朋友其實都係患難見真情嘅朋友。你實體嘅時間還會過潑水給你。冇啦，其實亞種小朋友吼，我係啲貴族1年生，入學校嘅時候開始認識嘅，故說到亞下11年以來呢，我就都非常嘅好，非常嘅好。雖然當中可能有嚴格，不過嚴格也都係細事情啊。好朋友其實唔講嚴格嘅。故說啲嘅朋友呢，就係我愛強班嘅，佢咩做小生，人家做咩對戲。不過佢患難見真情係乜嘅唔掂喎，佢頭擺啊，人都會強下來運動啊，強下來睡夢啊，因為強下來帶恤衫嘛。不過太好嘅時間呢，人就會冇恤衫吼，就要除恤衫。不過我就冇除到唔掂喎，就會切下來辦到5杯來去帶，辦到5杯去帶當歸唔掂喎，我就幾時節要切冇愛便宜愛人嚟強下來漂嘅貨嘅，佢呢切下要。除到嘅恤衫，其實講冇相關啦，我冇愛帶恤衫。放棄。係，然後我強下來換嘅。所以講，竟然見到本帶啊，一恤衫本係帶啊。係啊，哇！咁本身我就受動感同，因為佢咩動啲愛，係為到愛，佢就放棄啊那個恤衫嘅機會，然後愛強下來帶，韓國，然後愛強下來換嘅襪衰啊，我就受動感同，還有動到事情啦。哦，嘅天嘅等下上來講，觀眾朋友想一下吼，唔嘅學生嘅時節要搞。都乜嘅好朋友，學生時交嘅好朋友，你下敢唔係好朋友？等下再嚟講了。應該算來係主動型嘅啦，看得出來啊。係啊，髮型太落魄。冇強樣，而邊係好掉鬧嘢。嘟。喂，小寶。係嗌啊。阿總顧電影嘅片未啊？阿總顧哦，啲啊，採啊。我幾講片花。日下到喺橋多拜哦，家下逢定，日下長定呢。喂，差唔多咯，我起踩。小寶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嘅節目現場嗬，加呢家要愛講本藝大團體嘅天意嘅好朋友係乜嘅朋友咧？唔錯，我分享係天意嘅好朋友，唔係老藝強辦啊，係冇強用辦嘅辦方嘅朋友。唔過我老佢非常嘅好，因為唔辦為好呢，就係頭擺我交男朋友嘅時節，我的前男友嗬，係佢條褲嘅好重啦，嗰時候佢就係做 Andy 呢種啥嘅月老啦嗬，嗰時候。係老藝牽線，唔過後面嘅分數以後嘅愛就更來更好。後面愛交嘅嘛男朋友啊，呀曖昧對象啊，韓國發生乜嘅事情，佢全部都啲，嗰時候所以係非常好嘅朋友。就係人嘅姊妹盤。冇唔錯，唔過我記得有一班係非常嘅感動，就係幾時係扮樣啊，就我唔知咩事情就當做係愛情嘅事情，就啲勁叫唔啲喎，啊唔啲愛大本馬莎，就大本佢就接嘅哦，還冇媽愛哦，就講你怎麼了，因為咧就我是無論發生乜嘅事情，佢都會老愛做盤嘅人。韓國佢隔天呢，還買好早餐等我，他就知道，因為朋友真嘅啲愛習慣都非常重要。係韓國佢亞下
做非常厉害的演员，爱让他做爱的事情嘛，爱就都会互相来打气加油，爱做係非常重要的啦。你做好朋友真正搞得多搞兩家。其實無，後擺多數家下有乜嘅好朋友呢？有啊，剛剛講到呀戲曲嘅咩戲曲幫的哈，呀劇校哈，佢講劇校，呀劇校嘅朋友全部熟識當年當久的啦，從細講下細神咩哈，個師傅就看槍槍的啦，係啊，上片數就冇關門的啦，真嘅，一感情當好以外咩哈，十分難得的係講學弟，像我有一隻學弟咩，好用啥感情當好啦，啊我就很記乜解過啦，夾個名嘅，然後後尾就過啦。嗱咩唔知都嘛我造風狗，哎呀係嘛？你可能瘋狗安尼，魚狗、家狗，好啦，人家就簽時講狗兒啦哈。嗱佢搞成有幾好咧，我有陣時去做戲哈，可能半夜係轉到台北，冇差係好錯，冇關係，一通電話佢就會來。哎呦，嘿，你那黑戲都不會衝狗啊，那還有設計的酒啊，你看喝酒不開車嘛哈，一通電話，佢唔單請人來哦。佢係帶去殺人來，咁啊，因為我多擺邊啲嘅度啊，佢帶去殺人，佢來再嗌那我一殺老嘅我多擺，老嗌我多擺提轉移，嘿，就很好的一個代價服務啦。你講，然後用啥方用啊？點啊？上次一下 call 就問講，哎，你吃了嗎？你吃飽嗎？哦，盲食我讓你買。配中英語啊？應該唔會吧？因為你吃了，你想我嗎？啊你媽，不講差講嘅，我上到後來有三十分鐘嘅，加朋友嗬叫中醫嘅什麼嘅，我咪落去聽書啦，講好花啦，嗬，三夫家計啦，茶家計啦，嗬，佢咩乜人嚟聽書啊？你講，反正就是會互相 cover 啦，係啊，講起來真嘅唔像係好朋友係好情侶嗬，真嘅嗬。不過頭擺嘅搞到好朋友啊，個學生時代搞到係好朋友，到底下敢行係好朋友，你哋嘅情況有乜嘅改變咯？誒，黃少峰繼續嚟講。我頭擺係都很主動的啦，就講一有時間咪好，同學就會聚在一起啊，好看電視啊，打拽鼓啊，我就講上次大家人先集合哈，看安表現來搞安尼。後來投入進來見無限咧，就慢慢的可能失敗又冇100多哦。但結婚了後咪好，很卡死，完全被動，係啊，完全被動，因為冇法度啦，就各自的家庭。不過其實還是彼此都很注意對方啦，很關心對方。真嘅，故作然後愛老狗兒說，我還是很愛你。你安尼冇？那你講我可能驚等下轉去後，黃太太足少嘅準備好嚟驚吼。佢自己係頭擺搞到好朋友，你下行繼續係好朋友嘛？我剛剛某一天因為你行嘅路唔強嘅，因為邊下了後有點做唔強嘅事情啊，唔強嘅圈咧。故說呢，可能以前真係親好嘅朋友，故說慢慢因為冇出去聯絡，故說就慢慢變到可能你還有新嘅圈咧，就會見到你都更加重要嘅朋友咧。可能我對佢來講就冇按重要咧，唔過除嘅社群軟體當紅啊，還係時常關心對方啊，看對方嘅想法，傳遞嘅 message 按用起啦。唔過有啲朋友真係係聊天叫嘅，唔係距離，咩係時間嘅問題。像佢講以前時常表達嘅就經驗少成，經驗少單嘅樣式。像你佢雖然佢做一種美容，係做緊美麗嘅片經驗，唔過佢那係我送來嘅時間，我時常諗講，我送來我要下試下翻模啊。像家下講嘅學子啊，佢係真係批判愛親舊嘅朋友，因為呢，像之前愛失戀嘅時節，佢就偏愛，係愛做嘛嘅愛真係叫到尾死嘅時，佢咩偏愛，出嘅順風笑愛，係。就偏愛度過青島嘅時間啦，仲有下好姊妹出嘅高雄嘅片做勢，不過我感覺講像佢大概係1年就會轉來2年3年，不過佢會貼起人來講，佢講我轉來喲，就係大1年就留時間本我就感覺講我對佢係輕重要嘅，係。不過自己就係只有友情，沒有距離。冇唔錯。冇談講話，白camp嘅好朋友係因為你頭擺發生意外，就簽轉來係冇？係啦，因為吼，我前日前呢發現吼插佛。首先吼，身體就動到個問題，我當煩惱啊，我唔知我個身體做乜解啊，咁樣。首先我是 po 文哦，到面書當個問題㗎，咁樣。我是發現吼，
年轻嘅冷暖是发现到像安样应该事情当过，因为吼。有啲人吼，你认为你老几当好，你讲吼，佢完全连按赞啊、留言全冇，你讲有人哦，你还不会看，你不会去看啊，马上不会按赞啊，安样。嗰種時常看到藝哈，有全有你，你講上次吼有啲人哦，明明吼冇讓你動手勢，雙手撕，熟識，你講幾位傳訊息哦，私訊安樣關心你，還是感覺年輕冷暖，你講還有最好嘅事情係因為吼，我插播嘅事情。我發現哦，我有一個像各種時期同學嘅朋友哦，我因為動人啊，我都有冇乜嘅聯絡啊，我佢看到我嘅 po 文之後，佢馬上哦私訊問我講吼，你倆下大愛片啊，我去看你啊，佢係我提一個朋友來看我嘅，聊天之後就發現誒。經過按多年咯，我掉吼全半個動到白哦，我就發現原來兩下我掉大概地方是有5分鐘行路嘅距離，嘿，所以因為兩個插播，我就發現啊，那個嘿找回清轉來嘅這個動好嘅朋友做得。3不5時聊聊天，真愛就在你身邊。哎，謝謝太好了。朋友，原來我們這麼近。跟你講哦，我雖然喺出社會，大家做嘅條路冇共用，韓國時間真係有陣時非常難調強下啦。不過，但係最好嘅好朋友真係都壓下閒財，就係講雖然時間冇啦，不過我哋還會擠出一些時間，強下來講法。像我老我嘅朋友吼，半年啊冇見啊，又係3週年啊冇見面吼。我哋一講法係可以動到話題，因為你懂會答地啊。冇啦，嗰種最重要嘅呢重點就係我知道親好嘅朋友，佢哋唔係問題，係講你哋嘅心吼有啲強下冇，一陣係最重要嘅。真就係有交心哦，假使冇交心，坐到聽拳咩無效嘅，佢心感度根本就冇嚇。唔過你交朋友嘅時候，大家有想過，即個係主動交朋友，係對人來攞唔交朋友嘅人哦，有冇？小鳳，我算來係主動型嘅啦，看得出來啊。係啊，發現太落魄，冇強樣，因為我好掉鬧嘢。不過後來就天天誒就投入到家庭嘅關係，就見來見無行啊，就變被動型的。係啊，不過變被動型的沒關係啊，因為被動型就跟白強講嘅嘛，你在有困難當中就要提供馬上將有進行，錯嘛？我唔對溝通嘅方式係乜嘅？從你久嘅係喺度見面啊，一講到就從我有一個妹妹，嚇，吉祥王，乾妹妹。係雙腳咩？吉祥王係咩相王？唔講佢係3王1剛嘅王，王老虎嘅王啦，啊，我係態度王，係啊，我反正講下就強樣啦，啊，最後兩曬就動壽司啊，壽司都變好朋友，啊，夾廿愛人啊，廿愛咩壽司，係啊，本樣就講，跟兩曬廿愛就壽司嘅，廿下都得結婚啦，係啊，冇啦冇強樣啦，就是好朋友，互相懂關心。跟他有共各自的生活嘛，然後變到講公園勾結張見面呢，就變很像真的那個親人啊，係啊。就講好，小鳳有一個好朋友，就像剛剛講嘅，會互相掩護，做得老甚至於來表現一下好。我掩護佢咩？我掩護我，如果我戲嘅較好，故所但是就我老佢掩護啦，係啊。有時候廿朋友我打電話來啊，阿媽啥做廿朋友。唔做朋友啊，跟住係做廿朋友，唔做廿，好。嗰種係一起面係。一起來，打電話來嚇。through。喂，小鳳。係嗌啊。阿總顧聽影片未啊？阿總顧哦，啲啊，採啊。嗌來幾公天花。廿下到喺橋多拜哦，家下逢定廿下長定呢。喂。我差唔多了，我起踩。小鳳。做在這，這個互相暗砍嘅，係唔係？不就打電話來咪好，有陣時喺度誒，幾多人都大天咯，你這麼的假天發會很專心啊，就講，我覺得比啞語啊，就是你要接嗎？你要接嗎？然後說不要，我說哦，幾下張大本哈，我說他在家嗎？他到底在不在？有陣時沒可能出去撩嘅，你知嗎？然後我就會緊張，那前幾次很沒經驗，就他
他在啊，他在，你叫他接电话就啪我就直接挂掉。你在先问言聽講，我都講愛視訊，係冇？被視訊用改善。視訊用改善。孤瘦，我们那个时候都亚太。往内部打圈圈，那视讯冇，哎，跟之前有喺主通又係 P 通嘅人。我感覺我一般呢，因為從一開始交朋友時，我係主通嘅，因為我感覺我係很熱情嘅，係老喜歡讓人打嘴鼓嘅。唔過我喺時間嘅，可能因為有距離咧，喺個涵蓋路嘅時間，可能有啲人就慢慢唔想去參與咧。慢慢唔想去參與。嗰時我係看對方嘅反應，可能有啲人一開始我要佢示範，佢講好做啲下擺張約，我要佢一擺，3次嘛。3次扣打，係第3擺，做對，又冇講時間就算咧，因為我就想可能佢真嘅冇按上嘅人嚟見面，就感覺你係感情單方面係冇辦法嘅。我都未有咩想一下好，你都交朋友嘅時間都係喺主通又係 P 通，你朋友對你嘅人生都係有乜影響，你係閒聊一下咯。我希望你以後畢業以後做啲換一個新嘅方式交新嘅朋友。某一天，按樣你自家老拍攝，唔會按辛苦咧。我看到長弟原來我熱切交朋友嘅方式，本拍攝當到壓力。所以我當感謝，繼續寫本我嘅團法，本我掠下交新朋友哦，唔會按平台咧按樣。一次都冇改變。有啦，感覺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嗬，嚟問一下張伯強，唔多交朋友嘅時間都係主通又係 P 通，因為主通又係 P 通嘅人咧。我唔係主通，唔係 P 通，因為我係佔有欲興嘅。咁但係對唔朋友，你倆當然朋友，總得啦，你對唔朋友佔有欲動強，對好朋友佔有欲未動強，像各種嘅時期吼，我就是個當好嘅朋友，有一擺吼，我看到佢我完全唔認識嘅人吼當好，我是目測，唔招叫咧。冇叫，冇想我插伊當好當嘢咯，結果咧有一日。佢病人咧一種，我當好嘅歌手嘅 CD 病到我嘅做個蛋糕，想我嘅和好安樣，我是看到做得和好啊，佢又送來東西啊，送啲東西做得和好。這件事情吼，以後過嚟東橋吼，到畢業嘅時間，我仍然吼記得，佢到我嘅畢業紀念冊上蛋糕寫，我希望你以後。畢業以後做啲換一個新嘅方式交新嘅朋友。某一天，按樣你自家老拍攝，唔會按辛苦咧。我看到長弟原來我熱切交朋友嘅方式，本拍攝當到壓力。所以我當感謝，繼續寫本我嘅團法，本我掠下交新朋友哦，唔會按平台咧按樣。一次都冇改變。有啦，感覺半年掉。當地應該會見到有冇？你知道你係主通又係 P 通嘅？我老朋友嘅相處，我係好被動啦，因為我都一起有朋友嘅照顧，係記得是從因講我會要死啊，大擺看到我就我飼寶寶啊，還記得未知道我就算我做因阿妹，我係嗰種會老成因從玩具嘅媽媽，所以記得準備後事嘅東西嘅時間，記得我準備啊寫名哦，雙寶媽媽，雙寶媽媽，所以記得我做得先啊自己，然後雙寶是雙寶，所以就記得照顧動到啦。真嘅，那種好朋友沒動好，讓你準備好。你不可以跟你的女兒講哦，講好啊，平好些啊，對，你家咧，你知道你自己係主通又係 P 通嘅人？我咪算係 P 通型，其實就飛機有啲衝來，接送到啲人來照顧我，唔過我算 P 通型就係。家下有講我有個無強班嘅好朋友吼，佢頭擺因為我無強班，故所差唔多2-3年嘅時間就會打電話來問候一下，打到亞下韓啲2-3年都會打電話來問候哦，差唔多維持了有10年了吧。故所佢大擺大部分嘅時間就說，你不會自己打過來，你不起來打過來哦，人家就快速來罵你啲嘛，然後因為都快速來關心嚟講，人家不會好冇啊，咁樣。故所我自家知道我算係較 P 通型嘅人啦，
跟你交朋友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知道，交朋友对你的人生影響動態，可能佢做咧某個事情，講過一句話，影響到佢，到你下還記得有啲種願望王小鳳。有，從我後來我人生有家庭了後，我有試嚟轉換跑道。嗰時因為講有一隻朋友咪嗬，本來唔係講動熟事嘅，是提講你有需要幫忙。佢主動的來找你，然後讓共同的心靈雞湯的話，係，咱來點想一下講，我想清楚哦，你還有家庭，也各位想法，係20-30年後你想要的嗎？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會安逸嘛，就講就像阿呀，他就會講一些話。不好好想一下，好好跪拜下。那朋友讓我覺得很神奇啊！冇講清楚咩搞心，唔講幾不來，讓你聽書，就是當頭棒喝嗰種朋友啦。嘿，當頭棒喝，真嘅。嘅至於呢？有我家還有講到嘅學姐，就會因為之前我失戀嘅時候，真嘅我情感同有幾批定我，因為嗰種時就我真嘅情感苦，嗰時候就失戀都有啲厭世嘅感覺，就試東西都試唔落會碰嗰種，係唔過嗰種時期係帶定我。空啊，是都會跑。冇啦，就失戀，挺艱苦咧，就冇辦法吃東西。係嗰種時期係帶定我喲，就係我講一天愛吃飯，一天吃東西，佢就帶定我去傳堂。可能其實吃飯我就吃唔落，佢就講，那你吃沙拉也好，他就把沙拉給我，我就硬吃硬叫，硬吃硬叫。係，唔過嗰種時間佢就一直罵我，就講我愛用輕功啊，嗰種時很特別帶我嘅步卡，偏愛喝酒，因為就偏愛青島嘅時間。從你下佢有事情嘅話，係提早就會同我講，係喺交男朋友啊，有乜嘅事情心情唔好，都提嘅就會同我講。係。那種朋友咩？有那種一直聽我們傾聽，然後在旁邊一直笑你的朋友。真嘅，真嘅，重視啊！需要有一個會一直笑你的朋友。真嘅，你才不會就很自傲，吃叫叫按的哈。不過回去談講吼，你嘅故事都貼片的哈，你個朋友對你人生影響動態哪個程度？影響非常大。叫做范玉琪，姨婆，姨婆按照范玉英，古時候家名啊老姨婆長一張死啦，係。那玉琪當貼片，佢係認識25年，其實係小學同學，可是當我哋是畢業分開是冇再搞聯絡，不過再見面的時候感情孔融暗厚，和佢係一隻動透力嘅細妹囡仔，讓我完全冇孔融。我記得佢最想讓我講嘅一句話是，佢話讓我講，你唔敢係啊，你係唔敢，你是秀人咯。哎呦，係，這個也是當頭棒喝啊，係啊，其實蠻讓我對你好，係，你不敢，你不敢你就輸啊，其實已經講，所以我當感謝佢係去年我是轉做當，就係開始創作的一些工作，還其實都自己家嘅傳堂，按照朵朵咖啡，都自己家嘅傳堂，自己家讓我籌備一場時間，自己提起創作講唱分享，哇，係啊，因為朋友動作，種朋友真緊動難得呢，假如人生有2-3個兩樣朋友就真好。講到你好朋友的事情，你是對人家嘅好朋友兩肋插刀，有這樣說嗎？還是你被人家兩肋插刀過？有對方有感觸到你嘅心意嗎？孟小鳳，有，像這種是同班同學啦，對，給他錢沒好，註冊給他沒好，全部4槍槍。佢想四都那片去咯，私下佢想講，跟冇錢就休學後呀，嗰種是辦好其他同學討論一下沒有，同做唔得，他這一休學沒哈，就不會再復學了啦。嘿，故說我就附近拿錢加給註冊，其他同學就拿錢加給 payroll 因為他也沒抽到錢吶，哈，哎，就講我們一起來幫忙分攤吶，佢後來沒聽的玩啊，佢本來還講，哇，你有冇按好咯，後面唔是玩，我做唔得咯，冇說利息已經當好了，係啊，還有聽的玩啊，不過這種事對於太學生來講，要錢算很大，真嘅，好幾萬。跟自己談過你做一天，係知道當備胎嘅事情咧，真嘅當備胎，係乜嘅事情啊？哈。其實我真嘅對朋友講，是要我嘅天數，我就真嘅我做得到，我就親眼去做。喺之前我太好嘅時間有啲朋友，其實佢係啦，配嘅朋友去設計。
酒，迄色酒佢就色酒醉啊，男生用去，冇辦法行路哦，真嘅。後來幾個朋友就帶佢就打電話本來就講，你出去舞卡冇？我就講，我要出去舞卡。佢就講，佢色酒醉，我帶佢來請我。我說，哦，好啊。佢就將佢帶來咧，帶嚟後我。就老人獲到亞福卡。冇錯，幾個朋友就離開咧，係舞到藝舞卡就算咧，因為我嘅間房係屬於3樓，佢比我較高哦，佢細妹年要100，老李家差唔多吧，167，係從我150嘅，我講嘅167嘅，到3樓就講，所以咧後呢，我就講你會寫什麼，佢就講，做乜嘅，好寫什，我就想佢多聽3步，佢就坐到幾邊，我就聽書佢寫啊，幫他出錯啊什麼的，佢就講條牙冇咩會寫，好條牙冇咩會寫，錯，係我將佢用走來了後我寫好了，有啲人就係喝酒醉會有精神啲嘛，喝酒醉了好講法，在我聽書寫成我去個寫好我清開，真嘅，我真嘅清開，我唱喺水門，我就講好寫好咧，請你好，做啲水門，我說我老人講法，我講我咁樣開始講法。我就好，我真係唱喺水，然後水門就冇啦，我老人講法一直講。我就講幾安步咧，竟然咩真言動水咧吼！係嗰時聽言強用嘅吼，係嗰時有人愛聽書寫成，我做啲好。做得前整字吼，係住校生啊，係啊，就住校生感情真係有安。聽寫成嘅服務吼，咧喊埋做嘅主本一下，你把佢有賣故事嚟，我睇自家分享咧。哦，我個故事係被人兩肋插刀嘅故事。一係好嘅插刀，一係唔好嘅插刀，很痛心嘅插刀。我到大學嘅時節就是個學妹學妹，佢老我強榮吼，全到大學嘅時節是開始做法同嘅主持。佢咪老我強榮冇乜嘅背景啊，冇乜嘅資源啊，所以咧看到佢吼是想來老佢聽秀，想來幫助佢安樣。假使我有 case， 一定會 pass 好半機。有日擺吼，我接到咧日廠嘅婚禮嘅主持。我去做嘛，咁講我愛發機做播音樂啊，播影片嘅音控。後來我喺本機2000塊嘅風暴，喺本機2000塊，日本人是做啲本2000塊是做啲咧。咁講我本機2000塊，佢向平手咧，喺個佢喺咬我食日餐超過1000塊嘅牛排，當很高級嘅安樣嘅餐廳。嘿，我是感覺還好啦，因為佢當辛苦嘛。後來呢，我日家固定會做嘅主持嘅case。日擺我冇辦法去，我是 pass 兩個機會本機後來兩個 case 全部係機器咧。嘿，我是感覺雖然機師從很愛師傅，我心底都凍爽快安樣，唔過心很傷心會感覺涼嘅安樣。係啊，唔過雖然我拄到安樣人嘅人，我很係唔會停止我老記到老皮薩停手嘅一個好習慣。師傅，我要開始一定會 pass 記到。師傅，有冇？我係能接到。記到接到。因為都冇讀到嘅時間。師傅。好。附近應該依鋪堂講跳擺還有幫助講嘢。因為兩肋插刀，不過係好嘅，即係依鋪引前是凍好。我媽嘅時間就依鋪。翻譯是係依鋪啊，是我記得我特別會送嘅客語新傳師嘅計劃是專業做嘅啦計劃，和預期吼依鋪真是凍好，叫我請教師請人來上課，和報後計劃結案了，我是來拿場地費本機，結果佢先前其實唔收，很愛當上教。哇，真緊凍好嘅聽。我真是當上教啊，係啊，佢第一愛解艱苦解會數嘛，所以佢啲嘅計劃先簽凍手咧，所以佢場地費佢全部唔收。朋友搞得嚟咯，應承下。依鋪，我做啲落啲攀關係，依鋪。做得應承。依鋪，我應該係依鋪翻譯其實係依鋪。觀眾朋友笑你好，你都自從紅，你成班上都在搞一道朋友們，聊下先聊下，等下再來繼續來講了。
因为讲施比受更有福嘛。从你就某不瘦啊，不受，唔係叫做超啦，攞件天數啊！我有福音，係我因親係神鬆，因為我知道我家事做得做幫助者，跟表示講嘛嘅，我過了懂好。我感覺係見仁見智啦，因為兩三感應，有人係兩三感應，邪惡感應，有人係邪惡感應，邪惡，嘿。歡迎大家多轉嚟後生睇上我嘅節目現場嗬，聊下問大家是向應該做頭路家嗬，咁中意搞一道好朋友，咁中意搞一道交心嘅好朋友，佢即場嗬接上會有咁多嘅厲害嘅關係，喺公司咁做得分得清楚，小鳳。我知道咩嗬？即係從好交朋友咩嗬？我結合分寸，從我就認出我記得講，也在職場上的朋友，冇本人有壓力，尤其係乜嘅金錢嘅壓力，冇去騙人，哦，本人搶一杯飲料啦，嗬，去食一餐，誒，小可上司本人騙冇關係，不過絕對冇本人有壓力。我知道安尼冇壓力咧。朋友這樣長久啦，冇嘢我知道講，哦，讓做朋友大把就本皮哦，安尼。真嘅，我做一個接上嘅好人嘅人嗬，真嘅，你們不是知道，你做嘛，老係交朋友，硬係本人皮，硬要咪講咧。係啊，就安尼做朋友就咪長久。係啊，幾自然咯。我剛剛即從後，那係真嘅係上班族愛用型嘅話，就較難搞到較真心、較久嘅朋友，因為除咗上班族嘅話，唔單槍係有啲時間係有年歲嘅問題吼，有啲人就是年紀會有爭差。民眾有時間都要辦公室嘅時間，因為可能同事可能做我嘅阿公嘅。阿公可能冇啦，爸爸嘅年紀，爸婆哎呦，他演嘅就較難做親好嘅朋友，還有呢，因為除嘅自從當後啊做辦公室嘅時間，可能有職稱嘅問題，故所就個新面迄個新人就會菜鳥嘛，就較難請到咧。就係先輩老後輩問題嘅關係啦，係。佢白欠起到嘅透露家下做得交到好朋友麼？我感覺係見仁見智啦，因為吼兩三感應，有人係兩三感應，邪惡感應，有人係邪惡感應，邪惡，嘿，很鬧人哦。像係我認為之前吼，我插課嘅事情啊，我嘅認分嘅補習班哦，希望記得唔會看你嘅節目啦，記得唔會看，記得唔會，絕對唔會，因為全部記得看，因為記得看到我嘅破文哦，完全冇皮冇門，很認為吼，記得吼，假好心講到吼，我嘅身體會影響到教學品質，所以砍掉我嘅課。不過到我嘅主持嘅方面全冇強壯咯，像遇到公關公司啦、經濟啦，看到我身體嘅狀況哦，他會推薦私訊我講吼，推薦我好嘅薏仁啊、薏線啊，佢就記得吼。唔單強看到我嘅身體安樣哦，慣性我自愛哦，記得完全沒有砍掉我嘅任何的主持嘅套路。還有本撫恤金哦。冇啦，冇撫恤金，唔講哦。講係啲做事嘅時期就係你抽等，係嘛？所以我感覺吼，遇到人啊真心的人，我仍然盡興，唔盡興嘅人，我唔盡興，然後套路冇乜嘅關係，哎呦。所以有對我講哈，你交朋友是從另一杯水可能另一杯水上冷暖自知。有對人知道啊，這人情冷暖，喝一杯水馬上就知道，這個友情就是世界的現實的感覺哈，係麼？所以呢，你到做體育家下，咁正經交一道呢種交心嘅好朋友。我是做到好搞，其實咪易難，除非講所以我是做講老師，其實真是當難分動清楚啦。除非講可能想法冇看法好接近，我是做安人講有可能好真心面對，係。你平常時係交乜嘅？唔啲嘅，可能交利益關係。係啊，交利益關係係冇嘅。你個人知道咁做的？其實老闆強用見仁見智，不過其實我同幸運，幾時間我哋做條路嘅時間，我做嘢化妝品嘅條路，就讀到嘅同道嘅好朋友，都係真心嘅好朋友。所以也係某啲嘅條路咧做事情嘅，不過有上時啊，一年啊，還會出來食飯一下來。
打最久的也不會有好無啊。故說其實真正係開面呐，做得搞一道好朋友就做得搞一道，知道？對，兩面係一種方法啦。不過，你都搞朋友嘅時節，即係上尾讀到根本唔單止係好朋友啦，就係你人際關係當中常常會有啲考驗、阻礙、困難、逆境。有兩個困難嘛，會讀到乜嘅困難咧？小鳳，跟他講，佢用講職場方面哈，因為有陣時你做表演，有都要讀到同學，冇就講已經認識同幾位學弟，可能爭差一年聽聽哈，認識同層嘅朋友，唔可能安尼我們算平輩嘛，哈，喺職場上，唔過有一天你可能我要去變成管理者，我要發號施令。甚至講我喺搞起來就用來做事情，好，呀工作結束了，還有沒有？我知道有一些的乖乖，係有一些的講假啊，係啊，所以我知道要好，同熟識的朋友咪好，喺職場上，那係最後分寸，好，運用的得宜會是你的助力，因為佢啲唔好嘛嘅，唔都上嘛嘅，唔過但係同好嘅朋友冇最後分寸咪好，會變到東難處理，你做唔得馬吉啊，你不好開口啊，就那種很麻煩。或者說職場上沒好，有常時安呢，也是一個很難拿捏、東南這分寸的東西啦。剛小鳳講到，其實哦，假使平常就係好朋友，變到喺職場上嘅同事嘅時節，點到兩個分寸會東南接吼，東南去接好來用班來，然後好朋友變做好同事吼。我大家有想講，你對人生當中都得搞到好朋友，實在冇按蓋。你對好朋友兩團關係當中，你想要攀岩，想要做乜嘅角色咧？王小鳳。我知道做得做一個幫助者，然後人天數的啦，因為講施比受更有福嘛，從你就冇不受啊，不受，唔係叫做超啦，然後人天數，我有福音，係我因在我身上，因為我知道我假使做得做幫助者，跟表示講乜嘅，我過了懂好，係嘛，我過得很好，我真有發揮去到人天數啊，係，我有能力，故說，希望可以做一個幫助者，你自己想要做乜嘅角色，到朋友嘅關係當中？我想要做傾聽者，因為互相嘅來傾聽，因為我感覺你對一生人非常嘅信任，就係完全乜嘅事情都留佢講。故所兩個做啲傾聽，特別講佢完全信任我，互相嘅傾聽，還有話佢唔講講佢冇講乜嘅事情，我咪講哎呀，你用會愛用哦，特別講你係真心愛嘅力量，對彼此是完全信任。白客。我係吼被人在乎者，因為吼我感覺吼拍攝假使拍攝就困難嘅時節做得相當愛，還有呢出去了嘅時節做得相當愛，因為我當冇喊我做唔得約別人，所以吼大家做得約我。我讓我用謝夢大家，用你啦哈。嘅飛機，你想喺度朋友嘅關係當中扮乜嘅角色？我是同愛嗰朋友都係完全老實。係，佢又老師啱咪老師，所以我接受佢講我好，未講我唔好；係我嘅朋友未接受我講佢好，然後唔好，是係完全坦然，然後是係人家唔會記仇啦。係係。給最尾李家來做一個結尾。大家呢都做按多嘅角色，今日呢就做一最點點空空本，大家歡喜嘅角色耶！馬該共識，完全沒有結論。好啦，就係講大家冇歡喜啊，都係前愛做朋友，愛就係本年就歡喜。不過每次都係真正嘅朋友呢，就係用高心來做朋友，係用笑面啊，你就會搞到當到好朋友嘅啦。我今日講到青島，不過你當然都係熟悉新嘅朋友，唔過咧處睇新嘅朋友，或者把握嘅老嘅好朋友、老朋友潛在嚟。假使你對朋友冇態度，當然就好了，不要理他。你再過幾天啊，你好朋友就啵一下就唔見了。希望觀眾朋友家庭機會潛在頭牌嘅老朋友，下禮拜推嘅時間，你哋繼續來收看《向上睇上講》，要發睇假歌。